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义乌下》，从下来学武侠话。也是个义乌地点，就个有世外桃源之称嘅美丽南庄。通过日嘅地方啊，让 NKB 嘅来宾同陈太哥有动态关系咯。除咗啊南莊嘅風啊吼，出差有舒爽哦。啊，聽講唔係南莊菜啲嘅人哦，也係人鮑魚汁係咪？鮑魚汁。啊，鮑魚汁啊！鮑魚汁，這個唔係點解出世啊？我要做功課哦。一條擺啊，喺畫眉嘅地方嚟㗎嘛。大灘嘅所在。大灘，畫眉就係大灘。啊，呢個南莊哦，像人間仙境哦。真嘅冇碰碰。係啊，真當正咧。你看你睇會有個山欄。哎，來問，山蘭客家方用？南山。蒙沙岩變什麼字呢？山蘭蒙沙岩。唔對哦。南莊哦，1999以前。哎，這個灘口真有名哦。19以前，日本時代。差唔多日本時代。哎哦，日本時代嘅末期啦。哦，咁樣是哦，南莊嘅大灘嘅產量吼，喺台灣嚟講係大有等嘅。咁樣是哦，可以啊。你啊大灘成法咧哦，大概要4000蚊加公幹啊！人有講啊，大灘嘅嘢係好細嘅。嚇！誒，咁做乜嘅我大灘啊？嚇！又啱講，根本你落去，走成條落去，下就會出來魚肚。故所記得用哦細嘅來形容這個行業。大灘嘅危險有3件事情。第一，講水晶孔。水晶孔。誒，個尖度跳起唔出都死嘅。哦，一次。第二，火石孔。火石孔，亞視爆炸。第三個按到干得死，跟干砸死，干就是落盤。為什麼冇帶冇幾嘢落盤會跌下落？我講，個灘孔啊，別起來。哎，亞視人家過容易的哦，是父母奶奶供起來。哦。嗰陣時哪有咯？因為金層，別落去啊，個蛋杯啊，全部啊，看來伊哦，看鮮個殺骨啊。條擺多多事情按到安尼恐怖啊，然後吹高哦。哎呦，我講啊，你係就講一隻猥瑣嘅繁榮，啊，又講背後嘅故事哦，起來呈現來，哎，你當然要記啊，唔但要記佢繁榮，咩記佢背後嘅辛酸啊。哦，你條擺真係真辛苦。哎呦，唐陳太哥講嘅冇唔錯啦，南莊嘅發展嗬，就係由於當道嘅礦工啊，冇定生命危險，3萬做事才有嘅成果。民國84年，南莊親民嘅礦商關係咧，結束咗佢大灘嘅歷史，也嘅南莊就變做觀光休閒嘅好地方哦。今日嘅義烏下就由海軍帶領唐陳太哥來去前南莊散步，喺我哋高山當中用上要去 PK，學講六句武俠話。慢工廠嘅較多，就做得拿走組織費，也個通過費，輸嘅人就盡做功德，一個人都冇哦。書寫第一站，海軍帶領唐陳太哥來到南富村，哇！一片真亦係別有洞天啦，穿過2隻龍溝嘅話，竟然有一間夢幻嘅森林屋哦。我從來唔知嚟嗰啲人。一天三步係咪嘅磅點哦？人人就係步。啊，有買過？哎，冇吃到俺的對在肚裡，航上了看到整個像童話世界一樣，有沒有？我看見。哇！哦，好漂亮哎！你看沒水？就像在台灣海峽。啊，那邊就是台灣海峽。對，岸部的看那種漁船哈，都會倒哎，天氣好吧，整個沙灘海浪跟那個風梨花店那些風扇都看得到。哦，那個很漂亮哎，真的很漂亮。哎呦，係咪當地一下超夢幻的啦！入邊南莊地步嘅手機，就可以一間森林屋隔壁堂嘅主人劉太哥，佢行了一筆廣告名聲咯。劉太哥本來啲苗栗市開便利商店，17年前來到南莊買一地鐵，佢家人就搬到一來起咧，咪開一間隔壁堂，因為日本便利商店冇嘢冇嘢事啊，變到強強我點起嚟啦。我們做超商的時候，2間超商，這個大夜班有事，那個大夜班不想做了，所以呢，我白天要忙，晚上要還墊一下班，身體就開始受不了了。啊啲，就你講嘅穿錢穿到不持久。哦，有真嘅咧，穿錢穿到不持久。係啊，呢個當個當辛苦穿錢吼，人生無結久吼，係較落先地位吼，穿拉屎就好。係啊，搶人啊，拉屎就好。我24小時我當家冇水冇都停工，
啊，我觉得都没有时间去休闲。那如果拿工作就是休闲的，那就懂喊了，所以就开始请梯、请收菜、请在到了。很厉害呢，因为请对啊，敢那边过来。哦，当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又要过了个山洞，山洞过来呢，意境就冇同样嘞，就像神隐少女的剧情一样开始就编织梦想，就是这里。去好森林污沟后，刘太公就开始慢活的生活。刚开始经营的时间里，刘太公第一片总会当到薰衣草叶类的香草植物，想用其来做料理、做饮料、来做店铺的特色。没想到因为气候的关系，香草都做唔上。收脱的特色过后，因为一个味又当偏盐，隔壁摊的生意生意又拉惨的啦。结果做韩的话呢，我们社区呢成立一个侏罗纪故乡营造协会。路边呢有破砍本人喷钱，谁欠钱不还。涂鸦。对，那时候呢有个叫施老师，他就说来买个油漆笔刷一刷，然后呢快买清寒可以挖土，我讲清寒，挖个咧，挖这边生态。对啊，生态读书来挖个都唔低。可是你是美术吗？你是美术毕业的吗？没学美术的，总有兴趣而已。种的花唔会熟，如果佢挖嘅花，攞佢挖上來。用挖的。老師，你對啦。咁唔會講吼，挖嘅花唔會凋謝。唔會凋謝。專用挖的劉太公挖出嚟口碑老興趣。14年前開始大量嘅創作，佢也到電影下嘅圖畫點都變做家店鋪嘅特色，生意要開始變好咧。各位有突發奇想，想啲也到石頭蛋糕來畫圖，韓國係立體嘅喲。裡面挖木頭彩繪它的成本蠻高的。對。然後我們一棟引發某馬特色，像石頭隨處可以撿不用花錢。但是呢，每一顆石頭形又冇重要，很有挑戰。對，就像來把石頭，不過是枯的石頭表面較粗。對。一個蒙羅膏的啦。亞克力原料比表面較細緻就想辦法同布片了。補的過程當中就想，何不把它做成動物的形體就做很厚的顏料堆疊出這個鍬形蟲的樣但是其實對於的形體立體掌握不好，然後顏料呢一次弄了乾了又少下去因為我立體也係上一期咩仲未講起，就是顏料慢慢的堆疊哎呦，乾了再一層，乾了再一層。怎麼把它發揚光大？就是你個廣告對不對？妹妹，就是對。大概就2006年，有個台灣大哥大的廣告找上我，對，那一炮而紅，好這個哈，你還記得當時的台詞嗎？有沒有講台詞？有講台詞，還記得嗎？對，快啲，罔顧花殺顧，我係花殺頭，係嘛？唐太公嘅意思係安然又安福啦。一個紀搖鼓係劉太公貼在石頭嘅立體畫，一個創作主題都係一片嘅生態喲。佢畫嘅青島嘅就係怪嘢，佢講一片看到嘅怪嘢必然行得到。詳細看咯，大隻怪嘢都像正義嘅腔樣，韓國畫到當腰，大隻嘅木柱都像會講法腔樣呢。祝你大家看到日文嘅世界，叮鈴叮鈴叮鈴樣，那用線上我嚟考五下法了。我考嘛嘅。有韓式管係呢客話。閒時閒節。韓時韓節。反正反義啦。反正反義咩？韓時韓節。平常時。平常時啊。就平常時節。是。咩咧？平常冇事。平常時節冇事情噶。冇事情嘅時間啊。下邊還有韓撩人。韓撩人。引誘人，韓撩人。對吧？劉老闆。撩就休閒啦，韓撩人就韓出來撩愛人。閒出來撩的人。閒人。都來有冇個咧？沒有。不用工作。不用工作的人不用工作的人。不
不用工作的人啊，就会清寒的人呐。清寒。我听到。下尾甲寒家，迄種日日就按發按到按嘅藝術品啊，吼，特別按間中人吼，無按用嘅心來欣賞一個事情啊，可能會本人講，呀，就寒生雅貴美的事情嘛。無聊的人是嗎？都是很像有道理哦。無聊嘅有的會唱無聊嘅人嘛，什麼？啊，游手好閒呐。游字開頭咩？哦。對。寒生雅貴就係游手好閒。一凡而千執一樣，無所事事，你知道？用幾多個人做啊？寒了人呐，寒就全部都講啦。啊哦，要神奇武俠化，就像同陳太高嘅寒時寒節打對一半，其他嘅兩位啊都冇講錯，我卡加油哦！除咗家看到嘅作品以外，嗱我哋就房間啊，還有櫃台對劉太高嘅石頭畫咧。劉太高講，有啲作品啊，基本上係無價之寶，是非賣品，除非係讀到有緣分嘅人，佢才會買本佢喲。觀眾朋友哦，也黑不下油哦，整個是一系列的貓頭鷹呢。曾經有沒有特調比喻了？啊，我第一次親眼近距離看沒有特調，他還跟我眨眼睛。對，我發現他居然有眼睫毛，要做這裡的場景啊。對，沒有特調比喻來哈，啊貼個吉他在上面。人家傳盤要能畫圖呀。對。這個是餐盤是不是？要這個生活經驗。畫在餐盤上啊，跟客人分享這樣子。每一種餐盤有冇都寫某共用的故事，每一幅都是不一樣的故事。對，太南埔，水牛，對，還有蘇筍哥以後還有蘇東後，一年兩季，不用睡大田噶哈，全部變水鄉澤國，東江啊，給山內富山啊哈，又倒映在這個水田裡面哈，真的有另外一番的風情哎。對。啊，就跟遊客分享啊，太好了。我要聽呀，楊老師。要隻歌嚟嚇。好。OK。呀，你對面的冇來過呀邊哦？冇來過。第八呀，你住你然後，我喺香港嗎？我喺一開門，你就開門，唔是咩？愛心。要隻歌嚟嚇。好。OK。咩喂？難怪頭都變喺台灣。你講咩喂啦？哎呀，我先講咧。我們咩喂吼，幾馬皮碰碰去呢？家這種情況按個驚奇嘅通作嘅上手啊，驚嚇。喺嚇到嗰種就嚇花啊嗬，有種講法，會稀罕蘑菇。寒蘑菇。寒蘑菇不當稀了呢？是芥麻皮啊。嗰種芥麻皮。有個細芥麻皮啦。細芥麻皮係種嗬，一種個那個不寒而栗。因為你話黑唇咩花咪哈，會顫動。不驚，還有一種人家看到個條啊嘛，那個我都比利時誒，比利時就當西藏嘅，下邊有那我有同比利時有關係啊，細扭扭嘅意思咧有牽連濕度嘅，比如講讀書啊嚇，一運動比賽啊嚇，簽名名啊。這個兄弟嘛，這注意米講，這我比利時。標米才啦，吼，最後一名啦。讀書唔可以答俄比利，這個俄比利一答比利。所以我哋見喺度靠學武俠吧。叫做比利入面熱死嗰度，唔得答簽啲米名，簽世家叫做俄比利答比利。咁我唔會做比利時嘅咧，好冇？我武俠吧老唔來學嘅話，我一聽比利時啦吼。咁按你話，條到按你嘅劉老闆有講一個殺條嘛，無價對不對？比利時冇嘢買啦。咁我按你，來，可以下一個吧，仲可以吧？好啊，做得。
哎，先插播一下，一個韓蘑菇唔係考題哦，係楊先生我老大家分享嘅烏客話啦。因為大家真嘅係有緣分咧，就得看到劉太公親身來畫圖。劉太公講，大家識頭髮哦，大概要畫10年到半年嘅時間，顏料哦，我一層一層的天天的攞去貼上去。佢畫圖嘅時間咧，冇需要參考相片，近看近畫。因為大眾通過的形體貼心佢做就記起來咧，也一筆一畫之間啊，劉太公就啲享受人生啦。真的很凶啊，雷公怪。盛文豪是赤蛙，是哇。对，又叫鸟蛙，观众朋小会友，很啊，观众朋友，啾，啾啾，它叫啾啾。对，那漢擺啊轉男裝來的時間，啊又味所好去了咧。我就會甲人講啦，迄唔只只好對特別針對安尼男裝嘅時間，唔可以落情意啦，對冇？伊就會講唔白呀嘅，然後在這邊哦，引你來落線。來做落線果，安尼啊吼，讓書面我較重，有呀，真嘅咧。是講20年，對。 85歲。 安尼好下85歲。唔走得。我跳談時嘛。唔係85歲。下晝嘅海軍我帶唐船太公來嘅目的啦，就勸太師爺表慢腳步，淺閒地享受生活。夜觀唐船太公拿到2.5分，海軍係2分，接下來我去第二站，繼續前南莊第二步，也就係啲唐船太公嘅羅浮夫圈咯。嗰就石頭山嘅對面啊，龍口就我卡。你看，我有冇來過入面啊？呀，你對面的冇來過入邊哦。冇來過。一當中係盧卡用嘅咧，地杯啊，你主人啊吼，我愛行幹嘛？對冇？好嘞。媽嘅呀，真係係盧卡用嘅，唔信係咪？係唔是？我喺一開門，你就開門，唔信咩？我先。哎媽你好。哎，對，有你聽到我嗎？乾媽姐姐，歡迎。呀，乾媽姐姐，你好，來。乾媽嘅帥是姐姐嘅容貌。冇錯，我前幾年節目一個，來年盧卡，剛剛我請伊咧播，我嚟搞不安尼同太個，做得係嘛不？他賣關子誒，剛今日做得講嘛。因為你也正經的做播啊，所以我特出片留到了任務下嘅節目嘅時間，再來同大家講。哎呀，乾媽姐姐繼續嚟賣關子咧，佢按先來收嘅一個地方好咧，一邊係乾媽姐姐嘅新人嘅堂宴哦，地波中嘅30郎種嘅果樹，韓國話大部分都係當小看到嘅品種呢。另外啊，人學嘅鵝嘅、學鴨嘅、學雞，也唔係學來食的啦，係學來做寵物的。喺介紹南莊第二步之前，乾媽姐姐要先來暖場活動，也給咩係台灣親切看到的哦。我今日來你介紹一樣東西，你可能冇看過，因為冇試過誒。呀，我有可能係本地人咧，乜東西咧？哎，有看過冇？有咩東西啊？呀就辣椒咧呢？屁話是有嘛？青熊呢？有個英雄咧。這一顆吼一定很厲害，它很神秘。很神秘。神秘。對。不是很普通，非常的神秘。對。哎呦。等一下吃可能很質地。這風塞就做得嚟。哎，兩太子。你還買那個？等一下吃了就知道。哈。對。現在不能講。你很愛賣關子誒。乾媽姐姐講吼，一隻東西要搭配韓網熟嘅橄欖莹下食，才會低價嘅神奇喲。簡單來講啊，就係一隻套餐嘅概念啦。韓國一片嘅果樹吼，仲係經過有機認證，做者直接食的喲。先試下咧，凍酸。阿妹哦，凍酸。凍酸。好，冇裝過試咧。哈，好咧。好咧。收咧。我可以試哦。是你皮豬吼。對下變甜嘅呢。快試試。而且越吃越甜。快試試。快試試。就某個麵條，也某個麵條。初戀的滋味，那個芒果，芒果。說得好，大家都這麼說。對不對？對。好吃哦。完全變甜嘅呢。甜你第二口、第三口吃下去，全部都是甜的哎。
所以啊，就因为它。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爱公布答案了，一个神奇的东西哈，叫做神秘果，粘上去就可以洗肥。因为果实底部含有一种酵素糖蛋白，当食到酸的东西的时节呢，一个酵素就会改变三八蛋糕的甜味感觉细胞，本酸呢变做甜的，故说有人做变味果，糖果效果就得维持1到2点钟哦。公路花园在推出的时候，一颗是100块哦。啊你今天吃一颗100块，那对对，难道是难道他给你一片柠檬，吃完的时候这个籽还要还给他？啊，你们开始在种嘛？对所以他就是专门在回收这个所以籽。对，那时候是刚来的时候。那现在呢？那现在比较大量的，所以没有那么贵了。比较降价50了。现在不用，现在有卖苗了，现在很多苗了。对，有苗了。有。迄莲藕紫米哦，迄湿的啊，是个上去去死啊！哎，你会甜不？你会甜吗？哈，那我不知道。专业人家落骨之光呢。问海金。老公，我们晚上试看看。啊哦，按四妹的话题吼，模式下第一篇讲啦，日嘅今日主题都得让南州天一步去嘛緊咯。阿妹愛，你兩個要行第一宣告啊？啊，干嘛姐姐？哎咯，啊，咩爱挨只橄榄粉啦？没啦，一个橄榄头都已经去批啊，对美国是对，高两把嘞你先拿转去好生。啊，你嘛好啦，吼，嘿啦。啊，奇怪嘞，哎呀，哎，这个就已经迄嘛个补啊，哎。有，你要先装好了，要先装好了。那就变魔术用了。你了厨电迄董量迄嘛？嘿啊，董量啊。啊，你看了无？你看了了苏丹油嘛该嘛？哎呦，你要去特别小花跟凤凰木咩？凤凰木啊，个嘛。白葡萄。咩好野味啊？凤凰木的野味啊？野味就是像，但是它有大只啊。哎，会哦哈。要么做的10块呐。哎呀，叶片快看了，看叶片。我没需啊。会吃了嘞。啱啱。要做的是了。什么有机，所以红请吃，没问题。要就吃这样啊，我们吃皮。不是。少年吃了是比较忙是？不是。有感美鲜吗？哦，可是很多汁哎。嘿呀。口渴的时候正需要它。哦，你讲到重点了。哎。要按姜了。因为多口渴啊。哦。诶，因为饲料有感吼。跟后连水要进去咯。你讲嘛哎？伊讲出答案的哦。啊，问过嘛？伊讲有感啊。有感哦。感咩啊？哎。那现在适合的时间最好吃个山楂啊，韩国的卤啊油柑嘛。那不是小李子吗？没。特别有只童言啊，头尾不让狗甜甜呐，煮的饭呢出火焰，头尾不让爱炖炖，煮的饭呢香泼泼啊。阿门。好吃香泼泼的，也出火焰的。当然香泼泼的。我还没出火焰的，我在吃。那现在适合的时间最好吃个山楂啊，韩国的卤啊油柑嘛。那不是小李子吗？没有。我家顺便不是看过好东西。所以啊，你今天看到的哈，这个就是这家里的宝。适合有吃过，不过叫所谓的大籽要大结果，不是看过。哎，这个你讲按其他东西。难怪你常常认出来迄伊啊。系啊。因为阵拿刀的时间。伊肉款式都无相同诶。做嘛按手给人家东西诶？你做嘛会做啥东西？这很奇怪嘞。做生意的时间，无买桶的好食。店面呢，做个玻璃王的总店的时间，做一罐个按卤到蒙蒙的，做迄记。但是外面唔知记迄嘛个名，都爱油土地的时节啦，爱做相公，这个油土地迄唔迄英国的침기来种。所以做去阮俩认识了就怎地讲哦，原来记迄。加迄名迄油柑，啊油柑的名咧由来煮迄讲，因客家人因拿来吃的时节最米煮的甜，所以只讲油柑，这样来。油柑哦。对。但真正的在大陆它是鱼干子，在印度它叫圣果。
几领输的同好教。如果对啊，安尼的嘿啊，嘿，姐慢慢又再发出来。中只书看我有落，我有嫩。唔讲最大的时间做迄盛产中秋节，中秋半夜半夜半夜半歌，哦半夜半歌其实俗的，但是伊当先起其了不同的树的模样样，不同的树的啊。这好吃哦。迄迄果子，迄熟的时间，迄毛杂记，伊要得呛呛。但是又敢唔迄哦，又敢唔莫搭记，记煮完了挂在树上，你没得下来。最明显。没得。但是有没有风动它的时间就溜溜的？那张过来这个寒天的时间呢，伊叶面呢，迄得呛呛，果子要含香香挂的。观众朋友啊，有感出嘅人呢，南庄天一報啦，有上嘅觀眾朋友應該冇看過嗬。今日姐姐講，有感原生體係第印度，民國40到50年頭嘅時節，偏南莊當道，大部分係擼起來做鹹酸甜食，後面台灣經濟起比，食嘅東西變多誒，有感做見落去小顏色咧，所以咪本人多吃香誒。也種嘅一頭啊，係你哋40年前無意間地演藝店發現嘅寶貝呢。韓國一個樹林嗬，長圈白色嘅哦。今日姐姐韓講，有感嘅營養價值當高，維他命 C 係鄰國嘅164 P，C 係鄰國嘅2182 P。聯合國衛生組織係鬧有感別為嘅值得推薦栽培嘅保健食物咯。睇一下市面上，你開始出現有感做嘅養生食品咯。認識了有感一種寶貝過後，一下用先生愛老大家分享無下法。不過第一之前，先談看啊，乾媽姐姐愛老大家分享嘅當地嘅說法哦。有感好買味，查某囝就懵吃。有感好味味，查某囝就懵吃。对，这个含义就是说，我们吃油柑吃到最后是不是很嘴巴很干回甘？再讲干。那早期的生到女儿是人家都不想要，但结果回馈最多的是女儿。这个我认同，这个我相当认同。所以吃油柑是非常有意义的。条都唔讲安尼好路的嘛吼，也一讲安尼好一个客家话、无客家吼，就是真的是为你量身打造，是相当典型的。好乖小米，好咖你，属于你的哦。上个地毛 Q 下来好好嘛？好，好，起来黑马给嘞。哦，酱条鲜米。哦，啊你这个。人家有一个枕头鲜，哎呀，我讲枕头鲜，会卡枕，会连东西啊。干妈姐姐，你听到没没？裁缝的事情，没问题，裁缝的事情哈。好，第一关。哦，猪頭鑊米。哎，錯，豬頭鑊米。干妈姐姐，威莫。童年啊，會煮飯啦。哎呀，都木卡肚好煮飯呢。哦，第三項。米啊，太米嘞。太米。哎呦，嗰件薄啊，就五啊。甜頭甜之後，兩個親歡喜做。開心做，趕快收。甜頭鹽米。哦。人家看了3種啊，受苦就狀態事情哦，冇按簡單哦。開橋呐，全部會係。愛干講紅愛。聽到鹽米，切對我。楊先生老大家分享嘅一支支無合法，真見當有意思哦，大家好起來問啊。咁啊姐姐講，有感除咗做啲常識，留錄起來食以外，還做嚟做成料理哦。因為佢貼喺準備嘅期間研發嘅有感養生雞湯，然後有感發辦，我幫大家上看啦。哇，實在很香哦，很好食啦！唔看啦，楊先生食到菜式你都唔記得我靠無合法嘅咧。你睇美國嚟講埋，我哋學住邊下。客家講按上樣講。按香。按香。就貼喺埋嘅人嘅客家嘛。特別是講按香。對嘛？係咪？香噴噴。哦，一般人就講香噴噴嘅啦。但是頭班人還冇講，也係數到國語嘅洋香。哦。特別老實人係唔咩人講嘅。有冇錯？媽呀！哦，也係那種香噴噴咧，一基本已經講過，嚇老嘅人就嚇唔講。啊，有一本一個香噴噴嘅詞體嚟，特別有隻。
童谣啊，有人咁樣講咧，頭尾不娘狗甜甜啊，煮嘅飯呢出火焰，頭尾不娘愛嘟嘟，煮嘅飯呢香潑潑啊！阿妹，你好食香潑潑咧，也出火焰咧？當然香潑潑咧。冇啊，他被出貨演的韓國粉絲。媽負責出火焰的飯你食。我講海軍啊，唔係特別自家解套好，一以關地杯啲司機無合法，香潑潑咧當排死，兩位啊冇人講錯。目前嘅分數，唐山太高2.5分，海軍2分，海軍搶傳到前面關注的翻盤了，再加油的喂！這題有感太長，海軍帶領唐山太高來到東河村嘅陸場。而且南莊嘅第三步，一到為一片，唐山太高天天就發現到一片嘅體力反擊嘅鐵點哦。哦，個長路啊，哎呀，有啲哦。嘿，長路哈，我全部超過海拔1000公尺以上，怎麼樣嘅見知啦？唔抵咧，人個一抵咧吼。你去第三步。快，有冇？有拍謝到冇？有個字啊，自保的。一條就係佢比第三張嘅薄。自保的東西只有第三步。哎呀，佢仲冇後嘅事咧。後係第三步。唔係後嘅第三步，一個第二嘅東西係第三步啦。好啦，介紹一個步啊嚇，人講我先介紹一位太步，就係種一條東西嘅人啊，錯冇？人哋樣可以得到一條步啊，錯冇？愛以相用，人都用太過。哦。相當於數字，人哋樣來看下一個係乜嘅東西，人樣講一個人都步對冇？啊，見啊好有1-2禮拜係一個太出嘅時間，所以一個後尾啊，好團人共用。沒太出。誒。年天無限一片，啊後尾無限一片。好，哎呀年天無限，啊後尾就天無限。好，照所用照下，照所用照下，千無限就錯嘅啦。南莊第三步就抗體一個自老嘅地位，聽講啊，佢係高單價嘅極品啦。一花動到嘅時間哦，將研究同栽培成功嘅喲，佢嘅落去潛陽太高，揭曉謎底。唔過啊，一兩聲音電電動動，呢種潛上人嚟呢。我本身係楊大哥嘅好朋友，也係農會嘅義務指導員。哦。啊，你阿擺樹上甜水哦，好雜嘅吼，然後我楊大哥討論一下，講甜水嘅部分，樣來種嘅。聽講1-2禮拜係太出嘅時間。係錯，一下時間。所以意思講，同楊大哥用啥互相交流就差不多，互相支援就是啥。係啦，叫做指導嘅啦。難怪以為出現多一條啊，係咪？長嘅題啊，講就楊大哥。哦，無論費事人天花地都敢講。我唱到咧吼，要去聽一件問題。哦，聽一片人家裝後嘅。啊，你就唱嗰啲啊裝後嘅啊？當然啦，後嘅可能人會強啊。哦。我哋片咧後嘅架構較好。用嚟講架構較好。咦，我哋會客機啊？用板客啊？我愛用客唔多機。客係機嘅啊，佢最強。用自跑嘅啦，啊嗰種嚟客機啊。嘅係為太天那種時候來錄音哦。係為當作出門，邊一年他做出門，佢4點人出門。啊？天下萬講就講佢咯。伊安尼來看你到那暗傻傻，我點天破邊係咪？冇人功夫啦。係啊。4點人就出門。4點人佢會出門，啊佢都主要佢大早出門來食。差。等下，唔講大早4點會來。係。啊，佢要做乜嘅？來了執事嚟食啦。啊，你還蠻好食，叫食食咧。原來南莊第三步就可以吃嘅啦。條太哥講，大概都係10月份生產期嘅時節，係為都係規矩嘅來一片調色，小號會有30隻，多哦就會8股隻咧。呢個冇好好小股哦，只係做咗半意思槍槍嘅啦。結果楊太哥做咗第一個試驗圖案，一片做色，一片點顏料了。你好，你好，你好。哦，好，有太哥，有太哥。這個種柿子的吼，手還是很嫩的吼。沒。啊，你要去吃啊，你們。這個是日本的一個甜柿。有聽到嘛？日本的甜柿，條到有講嘅富有，就講你日日看種嘢都市啊，你所以都會懂富有用嘅。我哋哦，一個提案你濱江果菜市場嘅時間，你差唔多一盒嘅啦吼，一盒嘅差唔多6天嘅，就800片。有人真好講咧。真嘅啊！我即將去果菜市場買菜啦，買水果啦。
就亚种品质的极品呢，没极品啊，中马带你来，对不对？对是不是干嘛我们要开那么远的路上来？是不是海拔1000多公尺？今有迄产期，所以来清静啊，像海话安尼安静，有冇吐来买啊个？哦，难怪你下话都好说，你讲。哎，那迄梅老病起来，生椰糟来卖，又行啊打钱，做对冇？不能冷藏，哎，不能冷藏哦，而且那就是你这个放在常温之下就可以。而且如果像这种，采下来可以放1到2个礼拜，不会软，不会软掉，对这样子，而且会越来越甜。那为什么会有一些柿子会放到软掉？那是已经放很久，已经放我跟你很久讲，1、2个礼拜是不会。没极品啊，中马带你来，对不对？对。是不是干嘛我们要开那么远的路上来？是不是海拔1000多公尺？今有迄产期，所以来清静啊，像海话安尼安静，有冇吐来买啊个？难怪你下话都好说，你讲下话当钱呐。所以莫假假，对冇？啊，吃的流失唔使拿班皮而来顶，莫假假，一个真厉害呢，我做好功课，然后带来呢。除了这个富有品牌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次郎，它长得也不一样啊。一季罗上，对，次郎，次郎，它形状完全不一样。它比较像南瓜，它有4方的，对，有4角，对。那等于4隻、4隻嘅掉起来变1隻，これは季羅さんですね。一般送礼的话，这个比较大方，因为它形状比较特殊。那贵呢？这贵，差不多。如果一样重量，这个贵。但是那个好吃，那个水分多。也好食。哎呦，你也得唔是抢啦，2种都係极品。用泰國講，次郎一種品種哈，比富有一種品種做班長嘅熟食，新年初開始上市，新年中就結束嘅。嘅富有品種哈，做得菜到新年底啦，不過新年就要過3期嘅。故說21兩隻品種就會把握呀黃金的2個月哦。哎，那迄梅老病起來，生椰糟來賣，又行啊打錢，做對冇？不能冷藏，哎，不能冷藏哦，而且你这个放在常温之下就可以。而且如果像这种，采下来可以放1到2个礼拜，不会软，不会软掉，这样子，而且会越来越甜。那为什么会有一些柿子会放到软掉？那是已经放很久，已经放很久。我跟你讲，1、2个礼拜是不会。对。哦，安尼哦，刚像安尼种安尼，一个安尼吃的盐有嘛？安尼算起就安尼有1刀头。我这个差不多1甲多一点，差不多有将近500克。哦，那一条当中要同时打2种的品种，系冇？看，你要给它打2种品种也可以。就是当初你在接的时候，你要接次郎的，结穗跟富有的枝条，长出来的话就会各长各的。我看但是我们一般农民不会这样子种。对。做嘛了？就是次郎就次郎，富有就富有。这个比较好管理，对，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早一点熟，但是它早开花，开花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生物防治，但是这个还没有开花，所以没有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想说这一块就是次郎的，这一块是富有的，我们在做一个防治或是喷药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看哪都很用心良苦，但是偏偏猴子每天都来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每天，还是你干脆拨一块地方，有没有专门种给它吃的？目前现阶段的做法是这个样子。我底下一整排差不多20几棵已经没有了。那是专门，我不希望它来这边往上面攻。也拉白是，哎呦，那你真的是功德无量哎。那没有办法，只好给他吃，不如给他钱就。其实马海公要保护我们主要的资源呐。你唔好留下的一般建设。啊，唔好，这样就要长了。老的太资源，它融合了。廖大哥唔囤安尼，唔留安尼杨大哥安尼数4一球嘞。哦，给他10年了。哎呦，革命情感，系咪？原本是有熟识啊，种吃的时间又感情更密切。俺俩乡下的时间吼，太甲要互相交流。
因为用掌尾有嗰种呀，有新的姿色的话，因为个。我记得苏笋当好，跟你当有成就感嘛，系嘛？系啊。杨太哥是鸦片出世嘅泰雅族人，佢讲头摆陆创鸦片，大部分种产物较多，系主要嘅经济来源。不过背面产物嘅家私见来见唔好诶，20多年前，家爸就拿普罗嘅装批，开始去寻另外嘅出路。结果发现日本甜柿诶系当适合嘅农产品，故所日本嘅甜柿诶就变做南庄清甜味嘅秋天嘅滋味了。主要这个甜柿要在高海拔、温差要大的地方。这边的海拔到底正确有多高？现在目前这个地方是8000呢哈？没有，这800多，800多不到。对，8000。我8000。但是我们主要的产地就是在上面1000多海拔了哈，因为这个是最低的。如果你到1000多海拔，那个品质会更好。更好，所以你在山头还有吗？还有。正经。哎，还有一把车暖好，我要再冲上去。啊，未来有一段距离。还有一段正经。杨那个，我是南庄乡人的，我就唔知讲哦，你父母讲你地位多，你绿虫嘅豆腐，嘿，要种咧金枝加上个嘅水果啊，所以啊，我迄根本就冇等你切到一生你就。我一生就树嘅后嘅哦，冇后嘅安钱啊，后你晓来探访啊东西嘅。刚唔好，今天暗部就留多一个。我洗掉拿去生了，你就同后像佢白莲先白来，好可以。日两个啊，冇伫嗰边搞笑嘅啦。了解日本嘅甜柿，撒下来杨先生我来考嘅前面嘅2件武侠花了，南府嘅海军我卡加油的位啦。5天。哦，客家话5天。反正法年嘛係嘛。就黑天啊。我知啊，反正法年乜嘅意思？我同大哥先講啦。哦，那先對一邊就開始的。係咩？環境當困難的意思。廖大哥。環境很困難。環境很困難。天哦，還有3個人5天，暗天5天哦。一順啊，講了一順呢。廖大哥會知道嗎？我只有看得懂，那叫黑天。黑天很好，你表現得相當好，跟我一樣，黑天。黑天。咩料？一木反正5天，我講黑嘅時就叫做黑天。不過唔可以講5天暗天了，就係黑天。唔知嗌就落開獎啊！唔知咯，有先見。根本就開獎。來開獎咯。對某事物一竅不通。對一個事情啊，完全唔了解。人哋講沙漠。就叫做黑田。你地方有意思啊，這個學起來。頭擺種樹誒，也種樹誒，對開始種樹嘅事情係完全唔了解，黑田嘅事情。呢個種樹黑田就係前廖先生嚟搞。哦，不過下輩啊，就有隻年代嘅關係。前條他唔懂。你係啲好無頭緒。楊大哥摸不着頭，摸不着頭，摸不着頭。我都跟他押同個寶。客家嗬，有啲花歇後語啊，我都師傅花。師傅花咯。摸海吊頸是聽過冇？摸海有啊，有聽過啊。有聽過啊？摸海咧有。我尿吊頸。尿頸冇頸啊。冇頸就係咪錯㗎？應該都答對咯。摸海吊頸就前頭唔到來睇，要多轉嚟㗎，就前頭睇唔到。那意思這個同樣意思的哦，找不到頭緒，找不到頭緒。嗰個種樹誒，變種一樣嘅吃誒，一開就10分難。是不是一開始完全是不一樣的一個作物？對，所以我們在改種甜柿的時候花了很多的時間。哦，快，而且地點，還有那個什麼時候種，那個東西都要花一段時間。我們一開始可以摸索了將近10年。哦，10年的功夫時間，才摸得出頭緒。但是後面來參與來種植這個果樹的時候都很方便，我們都有經驗。因為都懂了。應該啊，10年磨一劍就。一聽那心有那個心氣哦，有心氣哦，錯嘛？楊先生，等一下，先幫我來公布夜觀嘅成績。天氣嘅武俠花黑田2、3都冇答錯，
只第6季前头差唔多，2沙都答出嚟，佢說唐船太高拿到1.5分，海軍1分，唐船太高2.5分險勝啦，哈哈！海軍佢比2多主持比例，可能佢咪當關你啦。接下來，楊先生向老大家分享3句武俠話，也沒考試，無關素養哦。前面啲海軍啊，嗬，一太早就吐來前三咩報數嘛？第一章還記得嗎？報嘛？劉老闆。係啊。彩繪的。係彩筆。陳小姐。長壽記嘅。乾媽姐姐。油感嘅。油感嘅。第3章用泰國嘅日本甜食。次郎。對，富有也富有也次郎啊。一個3個人呢，他們都有共同點。都要抵度錯冇。把暗藏嘅時間我要成過，一天我要太興致，我也心頭啊！啊，心頭。那冇一隻心頭就冇辦法繼續也經營下。佢啲，心頭就興趣。興致，窮樣咩？興致勃勃。你如果講我興致勃勃啊，哈。對，要對你啦，法你啦，太簡單啦。我有念書。下巴唔係興致勃勃啦，下巴，就下巴也幾巴啦。啊，謙嘟嘟誒。佢咪嗌細細講謙嗲嗲嘅呢？哦，用點樣講法？係用人咧轉時間就學到謙嗲嗲。嗱，我講法咧要講謙姐姐嚟啦。謙姐姐。對，你都興趣正。發展就謙嘟嘟誒。好貴。哦。合爽，合爽係咪啊？就是起勁。合爽，要講，這個你哋現在可能講什麼哦？合爽。同泰國鐵皮要按用嘅想法咯。楊大哥，樂在其中，廖大哥。樂在其中，也是樂在其中啊！好急着想要，急着想要去做。合爽唔講係冇團到啊！心頭裏啊，大部分啊，天天都想愛㗎，想愛做啦。一窩蜂有冇？也都好上癮嘅，好上癮嘛！嗬，安尼3分鐘、5分鐘嘅對，3分鐘嘅熱度。真係得到嘅時間啦，嗬。就咁講。還好呢。我要按個持續，保持係一拖。3分鐘一吐啲啲啦。冇3分鐘一吐。堅持10年呢。沒有10年都瞄到頭髮哦。講咪，10年都瞄到頭髮呢。觀眾朋友有學到冇？見面有下法，能有隔音冇？有學會冇？同樣哦，下禮拜9日嘅時間要準時收看。客家甜心主持嘅，你摸下武俠法咯，見係唔全團舞哦，一天氣係唔全團舞，然後夾落去啊，食一個吃嘅日本吃嘅哦哈，見我哋食腐肉嘅，下一食吃龍嘅啊，用做多一隻哦，用做多一隻哦，對，吃個親，哎呦你哦，他合手。